要开始以前，真实的吼，遮有0423 GV 福特的白色车子吼，车灯没有关。0423 GV 福特白色车子。因为我的丈夫是你所创造的，我伫老母的腹肚内，你有庇佑我。我要感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通惊。你的所做奇妙，这是我的心亲知的。我伫黑暗中受造，伫底的真底受联络。迄时我的形体无稳捌伫你，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目睭已经看见，所定着的日，也未有即日，拢记伫你的册。咱只是来吟圣诗44首，圣诗44首，吟第1节到第4节。我心尊敬我主最大。启应，这是咱来看启应文31篇。启应文31篇，上时是诗篇127到28篇。我替大家来吟。厝体若毋是上主建造，城若毋是上主固守。恁早早起来，晚晚早困。
上主所疼的人，今日是上主所赐的产业。少年的时所生的囝儿，志地饱饱的人真有福气。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你会当食双手拍拼得到的食物。你的某伫厝内亲像高结果子的葡萄树。敬畏上主的人一定遮尔幸福。愿上主对錫安赐福予你。愿你会看到囝囝孙孙。咱即时同心来祈祷，至诚全能永活的上帝，阮感谢你的创造，赏赐阮性命。总是阮是可怜的罪人，对罪恶甲败坏出世，容易行歹，无力行好。你是公义怜悯的主，为着阮世人的罪，将你独生圣囝赏赐阮，担当阮的罪过。为阮受死有国活，亲爱的主啊，阮奉你的囝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你怜悯阮，撤销阮的罪过甲污秽，伫阮的内面日日加添圣神的恩典，互阮内面有换心正直的神。伫过去的日子，你拢保守看顾，阮感谢你的恩典。今仔日是国内外宣告奉献主日。求主加添阮气力，互每一个人志于传福音，互你的国度广传。当阮大家自持伫圣殿，用敬虔甲诚实来敬拜你。求圣神甲阮每一个人伫地，特别领导张传道，互伊所传讲的信息，互讲甲听的拢得到利益。阮也为着辛苦病痛的兄弟姊妹祈祷。求主怜悯、医治、安慰、扶持，互因无惊吓，伫主的内面有盼望。愿阮今仔日敬拜甲学乐，诚做芳的祭献到主的面前。愿主你来感纳，愿来祈祷，感谢拢是奉主耶稣名来求，阿门。这是咱来看上帝的话。咱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2章第1节到12节。和合本是241页，汉字本是196页。兄弟啊，论到神的赏赐，我毋爱恁毋知，恁知恁做外邦人的时。受袂许去就棍，袂讲话的偶像，出在伊引诱，所以我互恁知，互上帝神感动来讲的，无人讲耶稣是通救主。若毋是互圣神感动的，也无人会讲耶稣是主。当文字有分别，若是神是上一个，即份有分别；若是主是上一个。公用有分别，若是上帝上一个，施行万事伫正人中的；若是圣神会显明是赏赐逐人，要利益正人，因为有的对神用智慧的话互伊，有的照这个神用财物的话互伊，阁有人伫这个神用神互伊，有的伫这个神。用医病文字互伊，有的互伊会惊各样的官能，有的互伊做先知，有的互伊会分别遮的神，阁有的互伊会讲逐样的音语，有的互伊会翻译逐样的音语。
这个拢是上一个神所施行的，照伊所爱，随样分予逐人。因为亲像身躯是一个，也有侪体，个身躯的身体虽然济，拢是一个身躯。基督也是安尼。愿上帝赐予听叹伊的话的人，这是咱赞美，请圣歌队因所要吟的来对我。正道，咱只是请张传道，伊所要讲的，神赏赐文士必有用。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进前吼，伫一届团契聚会当中，我有分享过去我一段的生命吼。伫较早我少年的时啊，是拜迄种外邦的迄种偶像。迄阵啊，我实在一个会晓通灵的，即种算讲仙姑啦。我敢有讲唔对？吼，迄阵吼，伊甲我的交情真好，嘛对我有足侪期待，想要甲我当做伊的徒弟啊。
当时我毋知影拜偶像吼是一件真无好的代志，而且我感觉会当通灵，帮人算命吼是一件真厉害的本事啊。所以我就军队即个人吼来学遐个通灵算命的即项代志。我会记得我较早是读即个辅仁大学，我伫个辅仁大学的时阵哦，有一个外号叫做塔罗小王子。塔罗牌恁敢知影是啥物？塔罗牌就是一种会使卜卦、会使算命的一种牌。迄阵伫学校，常常有人会请我食饭，因为因请我食饭以后啊，就会请我帮因算命，用塔罗牌来算命。我坦白讲，迄阵啊，我感觉家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因为啊，我会使讲出一寡无人会知影的代志。别人的命运、过去的代志、未来会发生什么代志，我用这塔罗牌甲算的吼，我就会知影。所以迄阵啊，我认为家己是一个半仙吼。啊，你敢知影为什么我会有这款的能力？咱来看今仔日的第一段的经文。伫遮吼，保罗先生甲咱讲。恁知恁做外邦人的时，受迷惑去就近袂晓讲话的偶像，触伫伊引诱啊！伫即段经文中间，保罗先生讲到一项代志，伊讲咱人啊，伫做外邦人的时，人会去就近迄种袂晓讲话的偶像。即个偶像袂晓讲话，是因为偶像的本身。是用人用插头、用石头去雕刻出来。但是以我对偶像的了解，当有人去拜这个偶像的时阵，咱所讲的这种撒旦魔鬼的灵，就会透过这个偶像来引诱这个拜伊的人。但是外邦人并不知影，因所拜的这种是邪灵。因想讲，因所拜的是亲像偶像迄种看起来慈悲、看起来有疼心的一个伟大的人。啊，这个伟大的人死去以后，变做一个神明，住伫迄个偶像的内面。因想讲，这个偶像至少是善良的，是要帮助人的。但是呢，事实并不是安尼。我所见过的偶像，这种住伫偶像内底的这种邪灵，伊的模样啊，甲人所雕刻出来的迄个模样是完全无共。人用插头所做的这个偶像，看起来至少有慈悲怜悯的感觉。但是啊，我所见过的这个偶像后壁这个邪灵，看起来是非常的歹，非常的可怕。我伫遮讲伊可怕。毋是代表讲我惊伊吼，我是讲伊的模样一点仔嘛无慈悲，嘛毋是怜悯的。兄弟姊妹，即摆你敢知影为何我帮人算命的时，我会使讲出一寡原本我毋知影的代志？因为啊，我伫帮人算命的时，相时迄个偶像内面的迄个邪灵，嘛咧对我讲话。我将这邪灵所讲的讲出来，讲互迄个算命的人听。啊，这听的人啊，就会感觉讲，哦，我真厉害啊，我真有智慧啊，这算命的人无讲的代志，我拢知影。但是这个偶像的邪灵啊，根本就毋是要帮助人，要安慰人。伊所做的是啥物？伊所做的是要互人离开上帝，远离上帝。所以咱即马就会知影讲，算命卜卦的人，毋是厉害有智慧，是后壁有一个邪灵咧控制这个人的嘴，来对你讲话。当时啊，我用塔罗牌就会使卜卦，我毋是迄种启动的。这启动互人感觉足爽的。我大学的时阵我生仔真缘投，所以我才无爱学迄种启动的。我若坐咧咖啡厅内底，就会使帮人卜卦。所以大学的时啊，我是学即个社工的社工系，所以我认为啊，家己毋管是做啥物，
拢应该互人得到安慰。连算命这项代志嘛是，迄个时阵啊，每一个来算命的大学生吼，因拢感觉伊真欢喜，因为不管算出来的这结果是安怎，我拢会用真济讲话的这种话术互因感觉足欢喜。所以啊，迄个时阵的我愈来愈骄傲，因为我感觉家己的口才非常非常的好，非常会讲话。但是这毋是荣耀上帝的一项代志，因为即摆来看，其实我是要满足我家己迄种虚荣的迄种感觉。后来非常感谢上主的是，上帝感动我，互我伫一届报道会当中啊，实在着耶稣，领悟着耶稣。上帝透过圣神的感动，互我无法度拒绝这上帝的疼痛。迄天我就受洗礼，成做一个基督徒啊。搁较感谢主的是，伊互我迄天就领受了圣神，互圣神大大充满。兄弟姊妹，你敢知影？人若是互圣神充满以后，圣神就马上带入去咱的内面，而且要开始做工。后来我就开始开嘴学老主耶稣。我学老咱的主是基督，是弥赛亚，是咱的主。开嘴学老耶稣这项代志，即摆讲起来，敢若是一件真正常，毋是真特别的代志。但是恁爱知影，迄天的报道会对我来讲，差不多是我第一届入去教会。伫迄天的进前，其实我毋知影教会是咧创啥，我嘛毋知影耶稣是啥物人。但是伫圣神充满以后，我就开始开嘴学老耶稣。为虾米我会开嘴学老耶稣呢？较早我毋知影为虾米。伫教我读到今仔日的经文，咱同齐来看，继续是保罗先生是安怎讲？伊讲，所以我互恁知，互上帝的神感动来讲的，无人讲耶稣是通救做的。若是互圣神感动的，也无人会讲。歹势，我讲毋对。若毋是互圣神感动的，也无人会讲耶稣是主。兄弟姊妹，我即摆知影，当时我要开嘴学老耶稣，毋是一个真平常的代志，嘛毋是一种巧合。我真确定，当时我开嘴学老耶稣，是因为上帝的神感动我。因为圣经讲，若毋是互圣神感动的，人无可能会讲耶稣是主。可能是较早我真清楚感受过啥物是邪灵，所以当我互圣神充满的时啊，我完全感受到原来一个真正的圣神是遮尔啊圣洁，是遮尔啊光明，遮尔啊有能力会当安慰人。伊的能力是遮尔啊强，会使更新人的生命。这是过去我伫偶像的身上完全无感受过。迄个时阵，我马上就知影，过去我帮人破卦的事，伫我内面对我讲话的一定毋是圣神。虽然讲这段的分享听起来敢若是我咧做见证吼，但是遮有一个重点，就是咱爱知影，人是受到圣神的感动，也是受到邪灵的感动。咱着爱知影，一个人若是真心开嘴学老上帝，请注意哦，请注意，是真心开嘴学老耶稣。我拄则讲毋对，是学老耶稣。我所讲的，毋是学老主，毋是学老别项，是学老耶稣。若是一个人讲耶稣是主，伊领受的就是圣神。若无，咱就有可能爱特别注意，伊是毋是异端。若是你有注意过一个足有名的异端，叫做东方闪电。因虽然拢讲伊是基督教的教会，但是因有一个足明显的特点，就是因无承认耶稣是主。因所奉的名，毋是耶稣基督的名，伊所奉的名是别的名。这点大家爱特别注意。但是呢，今仔日的主题是上帝恩赐。
咱继续来看这上帝的运数。兄弟姊妹，你敢有想过？你敢有想过？你有啥物运数？然后你敢知影上帝为什么爱互你这个运数？其实照我的了解，咱教会内底有足侪人有足特别的运数。譬如讲，咱的春燕姐，伊真正有这种为人祈祷的运数。我常常拢会感受到伊种顺服上帝、为人祈祷的这个疼心。咱的素颜姐，伊有这种煮爱餐的运数。我听讲伊足爱煮爱餐，互大家食。我嘛知影庆章长老，伊有迄种对外邦人传福音的运数。伊伫咧公园内底甲人泡茶，伊就会使传福音互遐未信的人。咱的圣歌队内底竟然有3个姊妹通好做指挥因一定就有这个音乐方面的恩赐。好，咱来看卖圣经的经文是安怎说明这个运数。圣经讲，若是信心的显明是赏赐达人，要利益众人。信心显伫个人身上是叫人得到益处。咱即摆知影，会使了解这个运数是要利益众人，互人得到益处，并不是要互这个有运数的人得到名声，搁较毋是要互伊感觉骄傲。讲较白，运数是要服侍众人，互别人，毋是互这个有运数的人，是互别人得到利益。所以，咱若开始思考讲，家己的运数是啥物，咱就要知影运数是要服侍众人，服侍别人，互别人得到利益。那安尼讲起来，我真做一个传道人，我家己有啥物运数？我是用啥物运数来服侍上帝、服侍众人？拄则我分享过，较早我为人卜卦算命的时，我感觉家己是一个足够讲话的人，所以较早我就感觉讲，家己敢若有这种会晓讲话的运数。第二点，我要分享一项代志。我伫咧读高中的时阵，因为我是一个真罕慢读册的一个学生。足爱招同学出去佚佗。迄阵我的老师拢讲我的同学是互我带歹去的。所以这个老师伊非常讨厌我。伊定定伫咧足侪人的面前指责我，讲我的唔好。后来互我变做一个真无自信的一个少年囡仔。因为伫学校我足无自信的，所以我就想讲要去别位所在找到我的自信心。迄阵我才16岁，就有一个歹习惯，我足爱啉烧酒的。迄阵我足爱啉烧酒，我的朋友嘛足爱甲我啉烧酒。为什么呢？因为我较早啉烧酒的时阵我人讲这一支喙好蕊蕊当然啉烧酒的时阵，拢讲一寡有诶无诶，足无营养的代志。但是我的朋友就听甲足欢喜。所以，因就足介意甲我啉烧酒安尼。我会记得迄当阵，咱常常伫迄种路边的海产摊内底啉烧酒，一届差不多拢有1、2个朋友伫遐啉。规暝因拢听我讲安尼黑白讲话因拢听甲足欢喜。所以对我来讲但是对我来讲，我这个伫学校真无自信的少年囡仔，竟然伫即种海产摊得到我的自信。这个歹习惯对着我差不多有7、8天的时间。直到我领悟到耶稣以后，有一届半年我阁烧酒醉我啉甲毋知影人。过顿工我头足疼疼到我想要自杀。规工我就拢咧吐，规工我拢倒咧迄碰椅，安尼爬袂起来。迄一工我伫心内非常认真，甲上帝做了一个祈祷。我甲上帝讲，我讲上帝我请你帮助我一项代志。
我请你，互我变做一个伫海产堂内底真含慢讲话的人。请你，互我伫啉烧酒的时阵，变做一个足无聊的人。我知影你有互我即个讲话的运势，你有互我口才，但是为今仔日开始，我若是有口才，我若是伫人的面头前甲我讲话。我只有为你来传讲上帝的话语，我只有为你来讲圣经的教示，互人听，去传讲互遐需要的人来听你的话语。若是我的口才是一种运势，我就拜托你使用我的运势来服侍人。除了传讲你的话语以外，请你互我变做一个含慢讲话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一段时间以后，有一届我的朋友佫招我去啉烧酒，去到较早迄间海产堂。我甲你讲，迄天我坐伫遐，想到一项代志，我想到家己已经是一个基督徒，我竟然无法度讲话，敢若变做一个哑狗。为虾米你知无？兄弟姊妹，你敢知影？较早我迄种较无正经的个性，伫啉烧酒的时阵啊，讲话拢足无营养。我会记哩吼，我只会晓讲3种话。第一种就是白贼话，把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乱讲话。第二种就是无好听的粗话，阮讲粗话。第三种是种足低俗的迄种笑话。我若是烧酒醉啊，拢讲即寡有诶无诶。但是圣经安怎教？圣经安怎甲人讲？圣经讲，你毋通讲白杂，爱信心，不能说谎，不能做假见证。圣经都讲，污秽的言语，我们一句也不可以说出口，对不？我想到遮，我坐咧海产堂吼，我迄3种话拢袂使讲，我就变做一个哑狗。我的朋友就感觉足奇怪啊，奇怪这个人哪变做遮尔啊安静，遮尔啊无聊。然后因就无想要招我去啉烧酒，所以我信主以后，并无特别想要戒酒，是因为我的朋友感觉我足无聊啊，所以我无机会通我去啉烧酒。后来我真做一个新学生，开始操练去传讲上帝的话语。操练这个讲道的过程啊，我愈来愈享受伫咧准备讲道的这个过程。因为每一届的讲道啊，都是我上亲近上帝的时阵。虽然讲准备讲道压力是真大，尤其是台语的讲道，对我来讲，我心内压力是非常的大。但是一个研究的圣经的过程，拢会感觉甲上帝是非常非常的亲近。所以我知影，真做一个传道人啊，真做一个传道人，一定要好好领受、好好操练这个讲道的运势。我嘛知影，即时啊，上帝已经回应迄阵我的祈祷。现在即马今仔日，小义传到我，若是有一点仔的口才，嘛已经完全无法度伫海产堂内底乱讲话、啉烧酒啊。若是我有一点仔口才，我只会晓分享上帝的见证，去传讲上帝圣经内底的教示，为人祈祷。除了这个代志，我甘愿变做一个含慢讲话的人。那安尼，我就会使学习愈来愈谦卑，嘛会使提醒我家己，我若是有讲话的运势，嘛是爱互上帝来使用，来互众人得到利益。咱接下来看今仔日的经文。保罗先生伫这段经文甲咱讲，上帝的运势中间有一种，就是要互咱智慧甲知识。真做一个传道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就是爱将上帝的圣经当中的知识甲智慧，去传讲互上帝的子民听，互
互因了解。所以这就是我上要紧要去操练的文书，嘛是我迄阵甲上帝所做的迄个祈祷当中上主要的部分。直到现在，我每礼拜嘛是祈祷足侪解，我求上帝使用我的文书来传讲伊的教示。保罗先生伫遮所讲的文书有足侪种，相说咱继续来看。兄弟姊妹啊，你敢有一种经验，就是当咱听到有人伫咧信仰的中间啊，信仰的当中讲一寡真负面的话的时阵，譬如讲有人会讲，我毋知影上帝敢真正存在无？有听过无？阁有人会讲，我已经无确定上帝敢有法度会改变我的困境。当咱听到有人安尼讲的时阵，真有可能，咱会甲应讲，你较有信心的好无？你哪遮尔无信心哈？兄弟姊妹，今仔日啊，我要甲恁讲，以后咱袂当搁用即款的话来对一个无信心的人讲。你敢知影为虾米？来，咱来看卖。保罗先生是安怎讲？伫即段经文里讲。阁有人伫遮先用信互伊，有诶伫遮会先用医病文书互伊。伫即段经文，咱爱特别注意一个重点，咱所讲诶信心啦，放咧遮表示讲，伊是一种文书。既然信心是一种文书，伊就是信心照信心家己诶意思，赐互遐个伊要想事诶人。这段我用中文再表达一次哦。如果信心是一种恩赐，因为它被放在我们今天属灵恩赐的这个教导里面。如果信心是一种恩赐，那就代表信心这个恩赐是圣灵照着圣灵他自己的意思去赏赐那些他要赏赐的人。安尼讲起来，信心这个文书，敢有法度因为人的努力，也是人的聪明来得到？当然不是吼，若是人会当透过努力甲聪明去得到的，伊就不是文书。所以咱唔通甲人讲，你爱努力有信心，你爱拍拼有家己有信心，因为信心唔是安尼得到，咱唔通安尼讲。信心是信心的一种想事。兄弟姊妹，我的妈妈常常甲人分享一个见证，就是伊信耶稣无偌久，差不多是14年前，甲我同一天信耶稣有一天14年前的时阵，有一天我妈妈的头痛的这个老症头佫发作就是偏头痛。我听妈妈讲是因为伊甲我生出来的时阵伊生我的时阵。迄阵阮兜的经济无介好，所以妈妈迄阵做下来无好好照顾家己。后来的几十年伊就有即个偏头痛的问题。迄一届妈妈头壳佫开始痛，伊就倒咧即个碰椅，看起来真艰苦。伊就叫我去帮伊买即个头痛药互伊食。迄阵我伫要去买药的时阵。我想到有一段经文是安尼讲，咱来看，伫个马可福音，伊讲，信的人要有遮个生涯对应，上后壁伊讲，搁用手看破病的人，因就好。迄阵我想到讲有一段经文的教示，我就甲妈妈讲，我讲妈，你是莫食药莫食迄药我来为你祈祷。阮妈妈是一个足顺服上帝的人，伊就讲好，咱来祈祷。我就奉耶稣的名为妈妈画手来祈祷。为什么爱画手因为圣经讲，我若画手伫破病的人为伊祈祷，伊就会好我就照圣经所讲的去做，为我妈妈祈祷。我祈祷煞讲阿门的时阵，我妈妈的头痛。马上得到医治，
而且自迄天开始到今仔日这14年的时间，伊一届拢无搁头天，无搁头贴过。我要分享这个见证，毋是要表达讲我是一个有信心的人，这毋是我要讲的。我要讲的是，若是有我这个人对上帝有一点仔信心，是因为上帝伊不断伫我的生命当中，互我经历这款的生命技术，互我知影伊的能力是遮尔大，是无限的，互我知影伊是一个有大权能的上帝。是因为安尼，我才会使一步一步对伊愈来愈有信心。那安尼讲起来，信心敢是因为我努力所以得到的？当然毋是啊！我搁讲一解，信心是一种运势，是信心照伊的旨意授予互咱。但是我安尼讲，毋是讲咱毋免追求信心，反正倒咱应该透过祈祷来帮助家己有机会去经历上帝的生命技术，咱才有机会去操练更大的信心，更较大的信心。可以帮我按下一页吗？弟兄姐妹、兄弟姊妹，你敢会羡慕别人的运势？你敢会羡慕别人的运势？我会记得我伫咧读神学院的时阵啊，有一届我去到一间教会伫遐咧学习，我就参加因的圣歌队。我是唱即个男声的迄个贝斯，安尼就甲因同齐服侍。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以后，有一天啊，坐伫我隔壁有一个长老问我讲：“小易啊，你是唱即个天啊，还是贝斯？”我就真歹势甲讲：“我是唱贝斯。”伊就讲：“但是我听起来是天啊的。”哦，你毋知影哦，我有偌伤心哦！我唱贝斯唱半年啊，结果别人听起来是天啊。所以啊，我有当阵吼，我是足羡慕迄种会晓唱歌的人，我是足羡慕迄种有唱歌的运势的人。但是啊，兄弟姊妹，咱敢有需要去羡慕别人的运势？咱来看今仔日上后一段经文。这个拢是像一个神所实行的，照伊所爱的顺样分予别人。所以兄弟姊妹啊，咱爱知影。运势是要互什么人？毋是人决定的，是信心决定的。咱会使努力的，是不断的祈祷，透过祈祷去领受运势。你爱注意吼，毋是去求我要什么运势，是去领受运势，领受信心要赏赐互咱的运势，透过运势去传福音，去服侍人。而且将荣光归予上帝，毋是归予咱家己。咱三个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互阮经历到你的生命技术。若毋是透过这个奇妙的代志，咱无法度知影你的大权力，阮嘛无法度对你有信心。所以，阮感谢你。阮伫遮来向你祈求，愿你将各样的运势，照你所爱的去分予别人，嘛愿你使用阮的运势去为你传福音，为你服侍。阮伫遮将一切荣光归予上帝，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时，咱来念圣诗326首，心和平上帝圣囝。
入人全手。请张春燕执事甲怡玲执事。报告，咱要报告开始以前，咱先来看今仔日的金句，伫咧照顾的听书单的上下面，我来读一遍，请大家来念一遍。因为亲像身躯是一个，伊有济体，佮身躯的体虽然济，拢是一个身躯。基督也是安尼。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请。因为亲像身躯是一个，也有济体，佮身躯的体虽然济，拢是一个身躯。基督也是安尼。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因为亲像身躯是一个，也有济体，佮身躯的体虽然济，拢是一个身躯。
基督也是安尼。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咱来看周报的头一页，前周聚会的统计，请咱家己来看。下周的侍奉人员请咱家己看，有侍奉的人请注意。第二页周间的聚会甲教育课程请咱家己来看。第三页小组的聚会咱才有九组，请咱伫看咱小组的聚会时间，就近参加聚会。大多数项，请咱家己来看，伫咱的祈祷中来祈祷来代祷。第五页，咱来看奉献明细，若有订单往中集来经证。消息报告，今仔日是国内外宣告奉献主日，咱为说事工代祷奉献。第二场礼拜后，接续要开合作社社员大会。咱主日爱参暂停由合作社来提供便当，若毋是社员，你离开的时阵，咱就一人领1份。社员请踊跃出席，咱有备办纪念品。第三，中昼12点伫701教室要召开团队部会议，请部员出席。第四，中昼12点15分到2点，伫705教室，咱要举行教育部讲座，咱邀请林思浩牧师主讲，伊的主题是领袖，对士师甲所罗门要探讨因的领导，咱欢迎大家踊跃参加。第五，教会饭店委员会伫1月2日下晡3点。伫701教室要召开第13遍的定期会议。后礼拜1月27会进行。中昼12点半伫6楼办公室要召开行政部会议。中昼1月27中昼12点15分到2点，伫705教室也要举行教育部讲座。讲座就是今仔日邀请的林思浩牧师，伊要第2场，请大家踊跃参加。第三，1月27下晡1点，伫701教室召开小会，请小会员出席参会。教界消息，咱为2019年的查经班是为2月14日要搁开始，7点半，内容是教会书信，请大家踊跃来参加。教界消息，新德中会相联部2019年灵修旅游，请咱家己来看。若要参加，蔡素玲姊妹也是竹花技术来报名。以上，咱请牧师补充报告。牧师直接做介绍以及补充报告。大先来介绍，第一届来到咱中间做咧聚会的兄弟姊妹，一只有一位贾美英姊妹、谢美英姐妹、贾美英姊妹一只。欢迎你，好，请坐。再来有一位是韩国长老教会、东安长老教会的信徒金秀印姐妹。金秀印姐妹，好，她在早场有来做礼拜了，哈，已经离开这样子。好，我说的离开是做完礼拜跟朋友，有当时话讲袂好，我也是讲台语好啊。好啦，这礼拜甲后礼拜，咱有邀请这个林思浩牧师，甲咱做这个圣经的这个讲座，吼，主题是领受领救。毋望咱等下便当摕，会当来6楼、7楼食饭，陪伴咱的心22点迄个时阵15分，做伙来听即个讲座，来会当得到即个圣经的优赐吼。知影讲以色列人进入即个迦南地，一直到因建国的即个中间，上帝怎样来甲因引带，来甲因优赐安尼。是今仔日咱的即个
讲员、讲师嘛是咱的中间吼，林思浩牧师有来到咱的中间，咱嘛拍拍啊，甲伊欢迎。伊算讲嘛是难得转来到厝啦，吼，家己的厝。好，以上牧师一只做补充的报告。上营咱因388首，应光归圣父上帝。咱今时煞要请到苏教导。请起立。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信心的相通引带，愿三位一体上帝你的神常常提醒阮，互阮知阮对遐得到什么款的恩赐，好通用这个分数彼此相听，彼此服侍。是即个中间通荣耀主上帝你的名，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祝歌。
电压灭倒。这是来平安礼，咱甲咱的头前后壁请安。